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中秋，有的人暗时烘肉兼赏月娘，会当讲是一兼二顾，忙拿兼洗裤，这个意思就是一举两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同齐来看到，这个读做忙第一条。较早台语字典解说忙上手轻轻去卡，像咱讲忙心肝想看卖，也佫有一句俗语讲鬼啊忙阎无王的尻川，这个意思就是足大胆。另外，这个忙嘛有找物件的意思，像咱讲海底忙尖、忙蛤蟆、忙拉。另外，这个忙较早有做事工作的意思，像较早就有人讲忙甲无暝无日，意思就是无闲甲无暝无日。另外，鸡腿含鸡身躯接起来的部分，咱讲是鸡忙。另外，这个忙嘛有几地意思，像讲结几地，过去有人讲是结几忙，照用字读做摸，像摸灰就用这个摸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暗面忙，这个意思就是暗摸摸、暗蒙蒙，某人讲是暗扫扫、暗扫扫、暗甲规拢看无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忙无路，会当讲是找无路，嘛会当讲是找无办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答案明明就真侪来到这个公园运动，结果拢无开电火，规个暗面蒙，害一寡人忙无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忙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摸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